詞語：一、沉默，沉默；二、組織，組織；三、用氣，用氣；四、呼喚，呼喚；五、盼望，盼望；六、響亮，響亮；七、劇烈，劇烈；八、證明，證明；九、彷彿，彷彿；十、鞠躬，鞠躬；11、脫胎換骨，脫胎換骨；12、吩咐，吩咐；13、感動，感動；14、輪流，輪流；15、講述，講述；16、鼓掌，鼓掌。課文第一段：今天上語文課的時候，老師問我們哪位同學能夠概括課文的內容？教室裡一片沉默。1分鐘過去了。我已經組織好內容。悄悄抬起頭，瞟了周圍一眼。發現所有同學都低着頭。我趕忙也低下了頭。第二段：老師問我們想好了沒有？我多麼希望老師叫我啊！我卻沒有勇氣舉手。我的頭深深藏在那片整齊的方陣裡。第三段：教室裡出奇地安靜。突然，老師笑了。溫柔地叫我們不用緊張。還開玩笑地說，他不會吃了我們。鼓勵大家勇敢地抬起頭來。第四段：我跟着大家把頭抬起來。心裡一直呼喚着老師。可是老師聽不到。第五段：老師也在等。又半分鐘過去了。教室裡仍然那麼安靜。老師決定開引號點將刪引號了。我盼望着老師的開引號垂青刪引號。我們的目光相遇了。我用眼神告訴他冒號開引號老師我會刪引號。他似乎看懂了我的開引號話刪引號先向我微微一笑像是鼓勵給了我一點信心然後點到我的名字那一瞬，我既高興又緊張。第六段：我站起來說出早已組織好的內容聲音相當響亮答得非常流利
說着，逗號，說着，逗號，我只覺得心在跳，逗號，劇烈地跳，逗號，興奮到了極點，句號。第7段，這就是我，破折號，一個成績一般的學生，破折號，今天回答問題時的瞬間感受，句號。老師的目光與我的目光相遇的那一瞬，逗號，包含了老師給我的信心，逗號，那一瞬讓我衝破了緊張的束縛，逗號，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句號。